月饼只是个形状，这是年轻人的月饼。樣樣都可以係月餅，後生仔好識玩。年年中秋，廣州人都唔少得呢個。清光緒15年，蓮蓉餡嘅廣式月餅誕生喺廣州西關一家餅鋪。蓮蓉餡要用湖南湘潭嘅串生蓮，鴨蛋要嚟自湖南柔縣嘅麻鴨，再用黃泥、草木灰、食用鹽醃製35到40日，之後製作糖漿皮，將蓮蓉同鹹蛋黃包起身，通過模具定型，再高溫烘烤，一啖落去，鹹香又甜膩，油潤有嚼勁。之後，豆沙五仁等廣式月餅被相繼研發出嚟，跟住趕廠嘅廣東人越五嶺、過大洋、走四方，最終令廣式月餅成為享譽四海嘅中華文化符號。百幾年以嚟，廣式月餅變嘅係品種上嘅創新，唔變嘅係嗰份美好嘅情感。